喲，今日帶大家嚟到黃大仙一間做緊秋冬限定優惠嘅指定藥房。我哋喺黃大仙地鐵站 T 博北出口，黃大仙中心南館，沿住呢條路一路行2至3分鐘就到噶啦。Let's go！ 跟住我一路行啦，個位置好易認嘅咋，大家到時照住我嘅路線一路行就輕鬆揾到噶啦。嚟到啦，就係呢間指定藥房之做緊秋冬限定優惠啊！黃大仙中心嘅華大藥房係政府認可嘅持牌藥房，咁另外咧，佢亦都有pharmacy嘅，有藥劑部噶。過嚟呢邊啦，呢度咧係好細心，亦都好全面噶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呢度亦都有中醫診症噶，咁啊中意睇中醫嘅朋友咧，可以喺度把脈診症。咁呢度咧都好方便大家嘅，因為佢嘅中醫咧係用藥粉俾大家拎翻屋企沖水飲噶。除此之外，呢度真係好大啦，仲有各式各樣嘅食藥購買，真係超方便啊！而家買1盒偉信水解骨膠原或者偉信4入1護骨健嘅話，就會送1盒衛斯寶特效傷風感冒素。如果是但買2盒水解骨膠原或者護骨健嘅話咧，係會送3盒衛斯寶特效感冒素喎。呢款特效傷風感冒素係近排好多人搶購嘅熱賣產品，因為佢可以迅速舒緩鼻塞、流鼻水、痰多、發燒、喉嚨痛、咳嗽、頭痛、身體疼痛不適嘅所有症狀㗎。特別係護骨健啊，因為佢含有葡萄糖胺成分，所以比起其他骨丸更加有效地消炎止痛㗎。好中意行嚟行去、行山、上落樓梯或者做運動嘅朋友仔要注意啦。如果你哋唔喺附近咧，都唔使擔心㗎，因為九龍、香港、新界好多藥房都做緊呢個優惠，但呢個優惠係做到1月底㗎咋，派完即止，所以要快啦。